滾滾而來，前奏兩個八，第一段四個八，跳兩個方向，冇間奏冇 stop。好，而家冇圖講解。開右腳，我哋向10點半，環後環點，再重做，向翻1點半，環後環點。好啦，我哋上前，前2、3踢，退2、3點，開收收，開收收。第四個八，前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喺6點重做。好，我做最後6點嗰次，加埋 ending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之後，點右腳，重心喺左腳，打開手，就係 ending。